你必须演。你们谈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昨天我陪丁老师聊了一个通宵，答应他留下来陪戏，你今天听到的就是他不好的消息。难道你忍心看到自己最心爱的老师受到伤害？也不去救他？好，刘一鸣、梦妮，你们两个眼神一定要对上啊！还不够，眼睛要有内容。好的，梦妮，看一下刘一鸣啊。好，保持住，两个人对视。好，咱们再拍一遍。拍完一遍，咱们走台。不行的话，你们在电脑上做啊。算了，不拍了。走海报的时候你们都费心。好了好了啊，不拍了啊，各部模特散了啊，下去准备。下来了。其实这件事儿，我也想了很久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决定了？妮妮，其实你可以不被合同束缚的。我已经找过律师聊过。不是合同的问题，我已经答应了丁老师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我不想因为我的退出，导致这个戏的流产，或者导致丁老师有什么问题，那样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好，既然是你的决定，我支持你。比起让你遗憾终生，我宁愿跟你一起面对。谢谢你，志恒。走。去公司。张总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去忙吧。坐，妈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呀？我来的路上，给文化局的一个朋友打过电话，核实了一下情况。刘一鸣回来了，要和梦妮一起演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嗨，就这事儿啊，就是演戏喽。你和梦妮分手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你还这么纵容他们，招摇过市。
满大街都是他们拥抱在一起、深情凝望的剧照，像什么样子吗？你知道这事儿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梦妮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。知道你还……之前的男主角去哪儿了？辞职了。那梦妮也可以辞职。妈，我都说了，只不过是演戏嘛。我当然知道这是演戏，可是我们张家的儿媳妇不能演这种不明不白的戏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不明不白的戏啊？海州剧院出品，政府支持，15家企业赞助。我说的是男主角有问题，这么演下去不出问题，他们这样会很危险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呀，你想多了妈。儿子，妈倒是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妈平时总是劝我，让我少管点你的事儿，多给你点自由的空间。可是我爸说的对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？我处理什么呀？这是他的事情，我尊重他的工作，尊重他的意见。再说了，他跟谁搭档，我更管不着了。即便是他的前任男友，妈，我相信梦妮，而且工作就是工作。你说，如果现在我们要是横加阻拦的话，那会不会显得我们太小家子气了？好，好吧，只要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妈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这无情的泥土，吞噬了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我要把你的馋嘴劈开，把我也放进去，索性让你吃个饱。犯恶的蒙太古，停止你手中罪恶的工作！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，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？现在，束手就擒，和我去见官！哼，好朋友，我劝你不要再激怒一个不顾死活的人，不要再激动我的怒气。吃饭吧，我请。我请吧，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请你们吃饭，刚好把我一哥们叫来。不好意思，不错，走吧。可以啊。行啊，不好意思。想想吃什么一会儿啊？君恒，哎，那两个人是？郭天和小寇。哦，对，当年一鸣考大学的时候啊，他们两个一起和一鸣在丁老师那上课。今天排的怎么样？还行，基本上就怕他一个人。他竟然可以把所有的词都背下来。当然了，要不然丁老师怎么非那小子不可？这回丁老师高兴了吧？今天状态还挺好的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像是被绑架了一样？是有点。哎，你今天去看我爸了吗？去了，非常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谢谢你啊，志航。跟我还客气。哎，一鸣，你这是怎么想的？这么个烂摊子你都接，你不怕砸牌子？砸牌子？我有什么牌子可砸呀？那你跟梦妮，回头你们两个怎么演呢？走一步，看一步呗。那你跟梦妮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是听了别人嘴里说的，你给咱实话实说一回呗。对呀，一鸣哥，你跟梦妮的事儿，你们俩要是再八卦，这顿饭我不请了。得，什么也不说了，喝酒。大哥，哎，这边。你要再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以为你也跟人跑了呢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兄弟关海，我剧院的小师弟郭天、小寇。
哟，你这几天不见，走沧桑路线了？你不懂。好，喝酒，喝酒。走。等待属于我们的阵风，等待阵风。阿门。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都抵不过我看到他短短1分钟里的快乐。请用您神圣的语言，将我们的灵魂结为一体吧。只要能让我称他为